来花田要做的是挂包哎。对，挂包也可以变身成 party food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哎，这年轻人的这个创意哈。挂包一般我们都认为是台湾小吃里面的嘛哈，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变成这个party 的那种 finger food 呢？因为可能平常挂包我们里面都是包那种3层肉，会比较肥、比较油腻，没错，吃起来就会好恐怖，对，很腻。那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在派对的时候吃。那我们把里面的主要的食材换成我们的里脊肉跟鲔鱼。尤其是用这种白肉、鸡肉的这种里脊肉来代替的话呢，感觉会比较清爽哈。白肉又不是这种猪肉的东西哦。那我们稍微用清酒跟糖把它腌，就是把里脊肉腌过以后，然后我们等下来把它煎熟。哦，所以呢，花田只用呢清酒跟糖，稍微把这个里脊肉腌了一下哈，然后就这样子煎了，就是说味道上的感觉就是说是很单纯、很淳朴的味道。刚刚是腌好的鸡肉，就是稍微煎过一下。我最近听到很多年轻人啊，尤其一些大学生啊，都非常喜欢自己哦做料理哦。你平常假日会在家做料理吗？偶尔会跟家人一起，就在家里哦，真的哦。对啊，就是算是一个很好的休闲娱乐。哇，休闲娱乐，这居然对现在年轻人来讲，哎呀，那真的是，我只能说酷。好，那我们把鸡肉就是煎的差不多之后，我们可以把红洋葱就加进去，提升它一点点甜味。就是我们所谓的，我们一般都会叫紫洋葱哦。是。对，紫洋葱它呢香气呢比较香，但是它的水分不像我们白洋葱或黄洋葱那么多水，但是它在做成爆香的时候呢，其实它的这个香味呢并不逊于这个白的洋葱哦。好，我们这个鸡肉一定要熟哈，鸡肉、猪肉不像牛肉啊，还有人生吃。但是我觉得肉类还是会建议呢，朋友呢尽量的熟食啊，尤其现在外面有很多这个食安问题啊，为了大家的健康，除非你自己在家做，然后呢是买到非常非常新鲜的这个肉类呢，否则我都会建议呢朋友们呢，在吃这个肉类的时候呢，尽量呢不要吃这个生食啊，就是说有带血的这个肉哦。煎的差不多金黄色，然后肉都熟了之后，那个洋葱的甜味已经进到我们的肉里面了。煎好的鸡肉就是拿出来，然后我们把它切成小块状。好，这个是防热的哈，不是一般的这个塑胶，所以观众朋友不要紧张哦。不过我在家里面的话，像我是喜欢用传统的木头的砧板。那我们把刚刚就是煮好的鸡肉，把它跟我们的鲔鱼放在一起。好，那我们把它跟鲔鱼就是均匀的拌在一起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就是挂包。第一层是用我们的花生粉当做最底下的，好吧？好，这个很台味哈。对，不管是做这个润饼啦、春卷啦、挂包啦，不可少的这个灵魂呢，调味就是花生粉。对，好，那再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肉类放进来。其实也可以用芝麻粉。好来代替，就是黑芝麻粉啊，也很香。甚至你们家有一些坚果类的话呢，也可以把这个腰果啊，这些东西呢，或者腰果的香气，好，然后你可以去买那种 salted， 就是那种有盐的味道的，来把它敲碎之后呢，再当做花生粉来用也可以。那接下来把我们刚刚就是一起炒的这个紫色洋葱，是可以让它就是颜色也比较缤纷。虽然挂包在里面哦，但是呢，我的内心世界哦要表里如一哦，外面看起来好吃呢，里面也要漂亮哈。然后我们可以加上一点点葱白，就是切成就是再细一点，对。然后再加上一点点香菜。香菜也是挂包的灵魂哦。那刚刚辛辣的就是我们的萝卜缨，可以拔一点点，然后放到我们的就是挂包里面。好，这个是比较新奇的吃法。对，因为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挂包通常就是用酸菜，但是很多朋友应该也会知道哦，就是说这种腌制的这种菜类呢，这种像是咸菜啦、酸菜啦，就是说，站在他们营养学的这种观点来讲的话呢，是尽量少吃，因为它盐分会残留的比较多一点。好，然后再一点点就是比较清甜的这个绿豆芽，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。比较健康的绿豆芽，它其实要保有它的根部。一般的可能会因为觉得就是根部不好，所以有些就是种植的叶子会放一些除根剂，
那反而对于它就会短短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就会短短的，让可能有些人就会买这种，那反而是不好的东西。你看，今天把花莲请到节目里来，真的是让我颠覆很多呢。对这个芽菜，像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非常喜欢吃这个银芽。所谓的银芽呢，我们华人吃银芽就是一定把这个剥掉，但是所有的营养也都会随之而随风消逝。所以呢，有时候为了这个口感上呢，我们可能就是会把最精华、老天爷给我们最好的东西都给它丢掉了哈。那真的很脆哦。对，那所以我们这个挂包就这样可以完成了。那我们可以用。如果觉得这样子在 party 上有点太大的话，我们可以再把它切对半然后弄上牙签。但是我们为了拍照呢，让它像汉堡包呢，我们就把它打开，像那个贝壳，